我哋從埋開始咧，有一段嘅經文咧，我哋喺啟示錄4章11節嘅。咁我哋請大家一同起立，我哋一齊宣讀呢一段嘅經文。啟示錄4章11節，我哋一齊讀。我們的主，我們的神，你是配得榮耀、尊貴、權柄的，因你創造了萬物，並且萬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創造而有的。我哋多次下。我們的主，我們的神，你是配得榮耀、尊貴、權柄的，因為你創造了萬物。並且萬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創造而有的。天父，我哋感謝你，因為咧你係我哋嘅主，你係我哋嘅神，你配得榮耀、尊貴、權柄，因為你創造咗萬物，萬物係因你嘅旨意而被造。我哋更加係你咧愛我哋咧而被創造出嚟。你創造我哋之後咧，你就立意要愛我哋到底。雖然咧人咧犯罪離開你，但係你咧已經救贖我哋，因為實在感恩。喺我哋作罪人嘅時候咧，你拯救我哋。所以我哋今天嚟到你嘅殿當中，向你作出敬拜，將榮耀尊貴歸俾你，實在係你配得。求主咧悅納，主咧你亦都去用你嘅僕人，將你嘅説話咧教導我哋，叫我哋懂得點樣同佢遵守嚟到榮耀你。求主咧你喺我哋崇拜當中咧，你嚟到去運行。接觸我哋親近我哋每一個，多謝主你聽我哋祈禱，屬於我哋嘅好啦，跟住咧我哋有敬拜隊敬拜嘅時間，我哋請司琴聽啦，中間邊同埋今日咧有3首嘅詩歌咧，都係引向我哋同神咧聯想嘅。第一首3首咧，我哋今日都係唱緊嘅嘅。第一首《心的歌》。是愛天父，憐憫之父，在你恩助前，我衷心傾訴，求你施恩潔淨我罪，使我不接近你恩光，求你洗淨我心中思念，俗世多險惡，我不堪抵抗，求你恩光普照
主這美水變我。我哋咧一齊咧讀我哋今日嘅第二篇經啊，唔係話咧菲利比太後讀嘅第一篇啊。咁呢一篇咧就係詩篇72篇1節，我哋大家一齊大聲去讀好唔好？神啊，我們稱謝你，我們稱謝你，因為你的名相近，人都述說你奇妙的作為。我哋咧都一生咧係跟隨住主，無論咧係順境逆境。第二首嘅詩歌《雲上太陽》。密雲聚雨點，灑落到兩肩，深信雲上太陽，光輝不變遷。抬頭望向天，發現你恩典，在我的身邊照料我。密雲聚雨點，灑落到兩肩，深信雲上太陽，光輝不變遷。抬頭望向天，發現你恩典，在我的身邊照料我。就算雨灑遍，急風刮天邊，燦爛陽光定會在面前。就似你的愛從來不間斷，主的愛永不改變。密雲聚雨點，灑落到兩肩，深信雲上太陽，光輝不變遷。抬頭望向天，發現你恩典，在我的身邊照料我。就算雨灑遍，急風刮天邊，燦爛陽光定會在面前。就似你的愛從來不間斷，主的愛永不改變。讓我哋咧一齊低頭祈禱。主啊，有嘢同你講啊！我想話俾你聽咧，我哋過去嗰一個禮拜啊，活得好好啊！我哋咧唔會因為咁樣咧就驕傲自滿自負，因為我知道咧我哋活得咁好咧，都係神你喺我身邊咧包圍住我，保護住我哋嘅。神啊，我想話俾你聽咧，我過往嗰一個禮拜咧唔開心啊，好苦啊，但係咧我冇氣餒啊，因為咧當我一望上天，我知道咧，無論係落雨，無論係點樣刮大風都好，我知道咧，神咧你一定係眷顧住我哋㗎。所以啊，當我哋而家咧喺逆境當中，我哋咧更加咧就要有堅強嘅信心，因為咧我哋倚靠神一定係有盼望嘅。記住啊，我哋唔好為自己求，多啲為人求。以上嘅禱告奉主耶穌之名求。第三首嘅詩歌，原來日子多麼美。容許我開口說，我想見你，容許我留戀你同在，用我渴慕的心吸引着你，靜候你我不離開。全心要來訴說你的恩惠，時刻經歷主
絕你的愛，如若背上十架犧牲，我願為你。容許我開口說，我想見你，容許我留戀你同在，用我渴慕的心吸引着你，靜候你我不離開，全心要來訴說你的恩惠，時刻經歷主恩常在，在這生的一天，你悉心顧念，對我流露你的愛，原來日子多麼美，能共你分享悲與喜，是你創造我，你最認識我，有誰能共你相比？無論是天邊海角，還是痛苦掙扎垂死，沒法可隔絕你的愛。如若背上十架犧牲，我願為你。詩歌獻帶完畢，交翻嚟。好美麗嘅詩歌啊！特別咧最後一首，原來日子多麼美。好多時咧，我哋一路生活嘅時候咧，好似好多嘢咧都好似係咁噶啦，應該係咁噶啦。我哋咧忘記咗，原來咧一直咧神嘅恩典喺我哋身上，所以咧日子咧先至咁美麗。咁咧我哋感恩，我哋懷着感恩嘅心咧，天天嘅活喺主嘅面前，喺度享受佢嘅恩典，亦都咧見證主喺我哋身上嘅恩典。跟住咧我哋有奉獻嘅時間喎。咁奉獻咧都係基督徒咧向主嘅一啲感恩嘅回饋。如果你未就明白奉獻嘅意義咧，你有得奉獻隊經過就得㗎啦。麻煩 Irene。今日咧祈禱，去奉獻祈禱。天父，我哋感謝你，感謝你咧恩典常常喺我哋身上。每一天起來每一天經過都係主你嘅帶領，都係主你嘅恩典。原來日子多麼美咧，係你一路嘅嚟到扶持我哋感恩。我哋咧感恩嚟到奉上少少嘅金錢俾教會咧，用喺你嘅聖工嘅上邊，求主咧都叫教會咧要得着。讓呢啲金錢咧，讓教會嘅成功咧得以進行，幫助更多嘅人，讓更多嘅人咧得着福音嘅好處。多謝主你聽我哋祈禱，奉耶穌基督嘅名。跟住嚟咧有講道嘅時間，我哋都會請到鍾亞運傳道咧喺我哋嘅當中。題目咧係有一種人
際關係要感恩喎。咁經文咧喺馬太福音18章21到35節嘅，都請聽我讀啦。那時彼得進前來對耶穌說：主啊，我弟兄得罪我當饒恕他幾次呢？到7次可以嗎？耶穌說：我對你說，不是7次，乃是到70個7次。天國好像一個王要和他僕人算賬，才算的時候，有人帶了一個欠1000萬銀子的來，因為他沒有什麼償還之物。主人吩咐把他和他妻子兒女並一切所有的都賣了償還。那僕人就俯伏拜他說：主啊，寬容我，將來我都要還清。那僕人的主人就動了慈心，把他釋放了，並且免了他的債。那僕人出來遇見他的一個同伴，叫他10兩銀子，便抽着他，掐住他的喉嚨，說：你把所欠的還我。他的同伴就俯伏央求他說：寬容我吧，將來我必還清。他不肯，竟去把他下在監裏，等他還了所欠的債。眾同伴看見他所做的事，就甚憂愁，去把這事都告訴了主人。於是主人叫了他來，對他說：你這惡奴才，你央求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你不應當憐恤你的同伴，像我憐恤你嗎？主人就大怒，把他交給掌刑的，等他還清了所欠的債。你們各人若不從心裏饒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這樣待你們。我哋先用住。剛才所睇嗰個比喻咧，就係即係耶穌去回答彼得呢一條嘅問題啊嘛，係咪？咁啊，彼得就係問咯，我弟兄得罪我應該饒恕佢幾多次咧？7次夠唔夠啊？耶穌就話唔係7次，係70個7次。咁好多人咧就話，即係彼得去講問呢條問題嘅時候，其實佢係想認叻。覺得咧，即係我已經饒恕人7次咯喎，係咪好巴閉嚇？但係咧，點知耶穌話唔係7次啊，係70個7次嚇，搞到佢冇得認叻添。嗱，我唔知係咪即係佢嘅心即係諗住認叻啊？我唔知。不過老實講，即係饒恕人7次都幾叻㗎咯喎，係咪啊？你有冇試過饒恕一個人7次啊？咁當時咧嗰啲拉比啊，即係教聖經嘅人啦，咁佢就係話我哋饒恕人咧大概3次啦，咁樣3次就都好足夠噶啦。咁又係喎，你去銀行去櫃員機撳錢出嚟啊，當你錯咗1次密碼，錯第2次，咁第3次就點啊？食咗你張卡噶咯喎，係咪啊？咁咯，咁其實佢饒恕咗我2次嘅啫喎。咁譬如阿媽教仔啦嚇，好啦，夠啦，好停啦，我數3聲，1、2、3，咁啊係咪啊？你又好少話我數7聲係咪？你阿媽嗰啲係咪？你好少話數7聲嚇。咁所以即係其實3次都真係好夠喎，嗬。不過耶穌話唔係3次，亦都唔係7次，而係咧要饒恕人70個7次啊！有翻譯就話係77次。早幾年咧有套港產片啊，叫做原諒他77次，我都冇睇噶啦嚇，即係阿 sa 同周柏豪做嘅。咁啊講咧一對拍咗拖10年嘅情侶啦。因為一啲芝麻綠豆嘅事就分手喎，咁個男嘅就唔明啦嚇。後來佢就發現咧，原來女朋友咧就有本簿嘅，
咁啊，凡係咧個男朋友得罪佢咧，咁佢就寫低喺本簿度嚇，咁啊總共即係寫咗77次㗎，即係原諒咗我77次咯，原來佢嚇。咁啊，嗰個劇本咧真係話係來自呢段經文嗰個嘅即係啟發嘅。咁呢套電影咧，而家我哋叫周邊產品啦，佢有一個周邊產品就係呢個啦，原諒他77次嘅記事簿咁咯。咁如果你有需要，都仍然係可以喺淘寶有得套嘅。不過當你即係 set 定咗一個限額，我淨係原諒佢77次嘅咋，咁跟住咧就逐件 mark 低佢嗰個嘅罪作嚇。其實你做緊乜咧？其實你都係等緊分手嘅啫，係咪？你喺度倒數緊。咁咯，所以明顯主耶穌唔係講緊幾多次嘅問題。一般咧，我哋咁樣理解噶嘛，我哋一般理解咧，7咧完全嚇，咁所以當70個7咪完全之中嘅完全咯嚇，咁我哋就會理解佢就係真係無限次咁寬恕別人咯，唔好計幾多次，咁總之就係 n 咁多次啦。但係如果70個7真係解無限次嘅話咧，點解耶穌會講一個咁嘅比喻嘅？有冇諗過？嗰個動了慈心去寬恕僕人嗰個王，佢寬恕佢僕人幾多次啊？1次。你有留意啊？嗬，係咪啊？佢寬恕咗佢1次咋，佢最後係發晒嬲咁要收拾佢㗎。仲有喎，就係最得人驚就係主耶穌講完呢個比喻之後，佢同我哋講，佢話我天父也要這樣待你們了。主耶穌講嘅比喻係一啲心靈雞湯嚇，唔係淨係鼓勵你、安慰下你、叫你加油。神嘅説話係兩刃嘅利劍嚇，直情要同你做手術啊嚇，要扭轉我哋嘅心思意念。咁對於饒恕呢件事，你覺得你需唔需要做手術啊？係有人知道自己需要做手術嘅，不過唔想做住，係咪？通常我哋都係睇下點先嚇。有啲人覺得真係我冇嘢喎，我人際關係好好喎，我又冇得罪人嚇，人哋又冇即係得罪我嚇 ，OK 啊。但係當你經歷即係過去嗰幾年喺香港嘅時候，我哋冇咁天真係咪？原來社會嘅撕裂係可以列入去即係教會嘅裏邊。曾經我自己教會當個氣氛好敵對嘅時候咧，我哋好多祈禱會嘅，我哋教會係日日都神禱會嘅。咁嗰個時候咧，我就直情夠膽咧，全支咪，我唔夠得俾支咪定支會祈禱啊！因為呢個立場嘅人就會咁樣祈禱，跟住嗰個立場嘅人咧就會用祈禱嚟回佢咁樣。咁所以真係好得人驚。咁當其時其實我哋自己做傳道人都明啦，即係我哋都唔能夠喺台上面講啲乜。當火紅火綠嘅時候啊，個個都係一掂你就着嘅時候咧，其實你上台講乜都冇用㗎。盞你講嘅時候台下就會估你係藍啊定係黃咧咁樣嚇。所以咧，即係喺稍為風平浪靜，我唔知你點樣睇今日香港嘅社會啦。咁但係肯定係好多牛肉㗎啦，呢個就肯定㗎啦。咁但係即係稍為喺表面大家冇咁嬲嘅時候咧，真係好好嘅學習真理，盼望即係風雨再嚟嘅時候，我哋真係能夠站立得穩。成個嘅比喻好明顯有3幕嘅，咁我就想由第2幕開始講起啊。第2幕，好，我想你讀一讀28至到30節第2幕，你哋讀啊，預備起。那僕人出來，遇見他的一個同伴欠他10兩銀子，便抽着他，叉住他的頭顱，説：你把所欠我的還我。他的同伴就央求他説：寬容我吧，將來我必還清。他不肯，竟去把他下在監裏，等他還了所欠的債。如果呢個比喻咧係得第2幕嘅啫，得呢幕嘅啫，其實咧就冇乜問題嘅。欠債還錢，天經地義，係咪啊？啱唔啱啊？呢度有冇人係借錢俾人預咗人還㗎？唔還啊？有佢咯，有冇啊？有你舉手喎，係咪？好多人都想，好多人都想認識你。
借錢梗係要還啦。係你借錢你都諗住還係咪啊？你即係只需要咪俾錢中介啫，係咪？所以其實你單單睇呢一幕咧，你最多係話嗰個僕人，喂，使唔使咁暴力啊？係喎，啲字唔識讀啊，咩抽住啊，即總之就係即係的起佢，捏住佢條頸咁樣咯嚇，即係使唔使咁粗魯啊咁咯？咁但係還得到先好借啊嘛，咁最後佢嘅同伴真係還唔到喎，咁佢咪即係捉佢去坐監咯。嗱，佢捉得去坐監，即係證明當時嗰個社會認同欠債要還錢嘅，呢個係合理又合法嘅，係唔係啊？係噶嘛，係咪？呢件事欠債咪要還錢咯。甚至乎其實當第一幕一開始嘅時候，嗰、個王係做咩啊？佢都係向個僕人追債㗎，哇！佢仲要賣佢老婆仔女添嚟還債添喎嚇，咁所以即係欠債要還錢，借錢梗係要還人，有錯就要認咯，犯罪亦都需要悔改。所以第一樣嘢我想講，呢、個比喻唔係一啲講緊廉價嘅寬恕。唔係惡事罪惡嚇，算數啦，即係當粉筆字抹咗佢啦，唔係咁樣啊嚇，即係唔係事事都話以和為貴啊，盲目追求和諧，我哋基督徒唔係咁啦，所以你唔需要驚，唔需要講話一饒恕就等於縱容人犯罪，唔係嘅，因為咧其實咧馬太福音呢一度咧18章咧，整章咧都係主耶穌教導緊我哋喺教會裏邊啊，即係教會裏邊咯，我哋人與人應該點樣相處？如果當中有人犯罪，咁我哋點做啊？咁喺呢個比喻之前咧，耶穌就係講緊有人犯罪，咁點樣做咧？咁之前嘅耶穌嘅教導嚟嘅嚇。好，咁我想請你讀啦。有人犯罪，咁點做咧？預備起。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處的時候，指出他的錯來。他若聽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他若不聽，你就另外帶1、2個人同去，要憑兩3個人的口作見證，句句都可定準。係啦，正正就係耶穌基督教緊咯，喺教會嘅群體裏邊嚇，你係要正視罪惡㗎，唔係即係算啦，粉筆字抹咗佢㗎嚇，有好清楚個步驟。當有人犯罪得罪你，你應該點樣做啊嚇？所以耶穌就係講緊呢段嘅時候，就引發彼得問啦，咁我要饒恕佢幾多次啊嚇？即係佢認錯嘅時候嚇，咁所以即係。呢個比喻絕對唔係廉價嘅饒恕，犯罪嘅人係必須要認罪悔改，與人復和，喺群體裏邊重新嚟建立。廉價嘅寬恕唔單止係縱容犯罪嘅人，亦都係對受害者係更大嘅傷害嘅。有一位牧者佢分享佢太太細個時候咧，就喺屋企就俾佢親大佬咧好多次嘅性騷擾。咁去到佢大個嘅時候，佢嘅心都係過唔到一件事。咁佢就即係返咗教會信咗主啦。咁佢就尋求教會幫助。咁教會就提供輔導俾佢啦。咁亦都有一班人為佢祈禱。不過咧，當中咧只係教佢要無條件嘅饒恕去哥哥，咁於是佢就即係逼自己祈禱寬恕佢咁樣嚇。但係佢奇極咧，佢都冇一個饒恕嘅心啊！有一日佢忍唔住啦嚇，佢爆喺佢屋企，咁佢就當住父母面就同佢啲阿哥對質嚇，即係關於性騷擾嘅事。咁但係爸爸媽媽同哥哥都冇認真嘅面對呢件事喎，只係話。譬如大家嗰陣時好細啫，乜都唔識嚇咁啊，咁可能即係父母唔想破壞而家屋企表面上面嘅和諧啦，於是淨係草草要去即係算啦咁樣嚇就算啦。咁始終佢哥哥都冇對佢作過一啲真誠嘅道歉，佢父母亦都冇為佢主持公道。哥哥帶俾佢嘅第一次嘅傷害。教會要求佢單方面無條件饒恕係第二次傷害，父母漠視佢嘅痛苦係第3次嘅傷害。
所以呢個比喻唔係講緊廉價嘅饒恕。你見咧欠債嘅人咧，佢係跪地求饒啊，其實唔係啊，佢係俯伏在地啊，趴喺地下求饒恕嘅咁咯。好，咁就咁如果單睇第二幕嚇冇問題，咁有冇問題喺邊啊嚇？咁欠債還錢天經地義，咁你就需要由第一幕開始睇起啦。咁你就明嗰個問題其實喺邊度啦。好，我哋翻第一幕咯喎，咁請你哋讀。原來漏咗兩句啊，唔好意思啊，頭先講話，如果佢再唔聽嘅時候 ，sorry， 唔好意思 ，OK 啊，咁我哋請你讀第一幕啊，預備起。天國像有一個主要和他僕人算賬，才算的時候，有人帶了一個欠1000萬銀子的來，因為他沒有什麼償還之物。主人吩咐把他和他妻子兒女，並一切所有的都賣了償還。那僕人就俯伏拜他，說：主啊，寬容我，將來我都要還清。那僕人的主人就動了慈心，把他釋放了，並且免了他嘅債。好，呢個就係第一幕啦，得唔得？咁我想你留意咧，第一幕同第二幕咧，嗰個時間性咧係緊相連嘅，好緊湊嘅。由第27節呢個僕人俾主人就係釋放咗啦，免咗佢嘅債啦。跟住嗰個僕人出嚟啊，就遇見佢嘅同伴就欠佢即係10兩銀子，咁佢就逼起佢，咁就捏住佢條頸嚇。呢個時間性係真係好緊要嘅。嗰頭主人放過自己，唔使你還錢啊嚇！我唔知佢有冇即係感激流涕啊，即係眼濕濕啊咁啊！一出門口，佢就拎住爭佢10兩嗰個，喂，你好還錢咯喎！嗰個問題喺呢一度。成段經文你見係冇感恩呢兩個字，不過我哋嗰個講題係話有一種人際關係叫感恩，呢個比喻就係講緊呢啲咁嘅嘢。佢係講緊一個蒙神恩典嘅人，你應該點樣對待別人嘅咧？感恩唔係淨係出嚟講我好感謝神，佢俾咩好嘢我。感恩係一種嘅生活方式，係滲透你每一個生活層面，特別反映喺你人際關係嘅裏邊嘅。嗱，呢個比喻就係講緊人與人之間寬恕。你肯唔肯寬恕別人咧，就好反映你向上帝係咪真係有一個感恩嘅心啦。第一幕同第二幕都係好似啊，所以佢哋先至能夠互相比較嚇。咁我哋先比較下欠款嗰個嘅數字啦。僕人欠主人係1000萬銀子啊嘛，係咪啊？如果1000萬我當係港幣，你覺得多唔多啊？多，但係可能喺你認識嘅人或者呢度啊，唔知喎，可能都有人有喎。你香港有層樓已經幾百萬噶咯喎，你話過千萬唔係一件好難嘅事嚇，大把人有。但係對於當其時咧，1000萬係一個天文數字嚟㗎。當時咧有文獻就記啦，佢哋係猶太人啊嘛，猶太人嗰陣時佢哋亡咗國㗎啦，佢哋係喺羅馬帝國底下生活嘅。咁成個猶大咧有一啲嘅文獻記咧話佢納稅咧就係納入1000萬度啦，咁就係俾羅馬政府。所以即係呢一個唔係一個即係。一般唔會係一個私人欠款嘅帳目嚟嘅，你明唔明啊？係啦，係一個即係國際間啊，一個民族對一個即係附庸國，一個對一個佢帝國俾嘅即係稅款，一個咁樣嘅銀碼。你爭人1000萬，你賣老婆仔女都冇用㗎，冇意思啊，因為當時嗰啲奴隸好平㗎咋嚇咁咯。咁所以即係當時1000萬就係一個天文數字。咁但係同伴欠嗰個僕人幾多啊？10兩係啦，10兩銀子。咁10兩銀子咧，雖然佢係一時間即係周轉嚟啦，
但係儲下錢慳啲使咧，假以時日都應該即係可以還得到噶。1000萬同10兩係一個相差好大嘅數目，但係兩幕嘅結局係好唔同，係咪啊？欠天文數字嗰個咧，即係求饒咧，饒恕我啦，咁啊免債唔使去還。但係一時周轉唔嚟爭少少嗰個咧，就捉咗佢去坐監。我話如果呢兩個係一個獨立故事咧，兩個故事都冇問題嘅。個問題就係第一幕同第二幕係緊緊相連，被饒恕嗰個1000萬嗰個，正正就係要追翻人哋10兩嗰個，呢個先至係問題啊！一個感恩嘅人唔係咁嘅，被饒恕嘅係天文數字，得罪你嘅係嗰少少，你就窮追猛打。係你有權追嚇，咩10兩唔係錢啊，係錢。你講你有冇權？你有權。但係一個蒙神、深受神恩典嘅人唔係咁咯。所以我哋作為基督徒，我哋咧唔能夠只係記得第二幕，人哋爭我幾多，人哋得罪我幾多，我哋要記得第一幕啊！我爭上帝幾多，我得罪上帝幾多啊？否則我哋就要經歷第3幕噶啦。我想請你去讀第3幕，預備起。宗徒們看見他所做的事，就甚憂心，去把這事都告訴了主人。於是主人叫了他來，對他說：你這惡奴才，你央求我，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你不應當憐恤你的同伴，像我憐恤你嗎？主人就大怒，把他交給掌刑的，等他還清了所有的債。呢個就係我哋嘅信仰同一般嘅民間宗教嘅分別啦。求神拜佛嘅人咧，唔相信會有第3幕嘅。當我求神拜佛，哎呀，保佑我大步攬過。咁如果佢靈嘅話咧，咁我下次咪買隻燒豬嚟咯，係咪？冇所謂嘅，隻燒豬都係我自己食翻嘅啫嘛嚇。咁我冇諗過啲神明要干涉我嘅生活㗎。我冇諗過啲神明咧會理我點樣即係對我身邊嘅人嘅。但係我哋嘅神對我哋嘅要求就唔係咁啦。神嘅要求就係神點樣恩待我，我就要點樣恩待我身邊嘅人，包括嗰啲得罪我嘅人。如果對方認罪悔改求寬恕，我哋仍然窮追猛打咧，就會好似呢一個僕人咁樣咯。主人點樣形容佢啊？主人形容佢做惡奴才，係咪啊？惡奴才。主人話咧，你央求我，我就免咗你嘅債嚇。咁你唔係應當憐恤你嘅同伴，好似我憐恤你咁樣咩？嗱，呢個就係即係我哋信仰裏邊嘅邏輯嚟㗎。講完呢個比喻，主耶穌仲唔夠喎，佢仲對所有跟從佢嘅人去講30節好重要嘅經文啊嚇，你有份同你講㗎，所以你要讀啊。35節預備起。你們各人若不在心裏饒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這樣待你們了。整個比喻就係解釋緊咩叫70個7嘅饒恕嚇，唔係次數嘅問題，而係當基督徒你經歷過上帝無法測度嘅憐憫。我哋心地恩感都要衷心嘅去憐憫別人。其實70個7咧係有典故嘅，就係唔係第一次出現嘅，係早喺咧創世記第4章已經即係出現㗎啦。當時咧該人嘅有一個後代叫做拉麥，咁佢好大口氣咁樣話嚇，佢話如果殺該人遭報7倍。殺我拉麥咧就會遭報77倍。嗱，其實都唔係講緊幾多倍啊，係咪啊？即係你報仇嘅話，你會攞個計數機出嚟嚇計下點樣乘7，你唔會啊。其實呢個係講緊報仇雪恨，我就要趕盡殺絕。
連蘇蝦仔都唔放過，一定要斬草除根，明唔明啊？咁嘅意思啊，咁又好似咧金庸小説咧，有人研究金庸小説咧，就話每一部金庸小説都會有一個為父報仇嘅人喎，咁嗰啲咪就係走甩咗嗰啲蘇蝦仔咯，即係佢殺佢父母嗰陣時，嗰個蘇蝦仔個蘇蝦仔啊漏咗，咁通常佢18年後就會武功高強，咁啊企喺你門口，咁就要為父報仇啦咁呢個拉麥就係咁講啦，係啦，我一定會斬草除根㗎 ，BB 仔我都唔會放過㗎，77倍還翻俾佢啊，咁嘅意思所以主耶穌好得意啊，佢竟然引用一個咁樣70個7嘅典故，但係佢唔係講報仇喎，佢講咩啊？寬恕啱相反啊，報仇嘅相反啊，佢講寬恕啊，佢而家講緊就係寬恕人就要徹徹底底將嗰種嘅仇恨，將嗰種嘅憤怒連根拔起，斬草除根。呢個就係3節啦，主耶穌佢咁講，佢話佢話我哋寬恕人要從心裏寬恕，就係咁意思啦。你將你心裏邊嘅恨，將你所有嘅憤怒連根拔起呢一種咁樣嘅即係寬恕嬲人嬲得徹底，我哋要明咯嗬。但我點都嬲你，係咪啊？幾十年我都照嬲。但係而家講緊話寬恕人要寬恕得徹底喎，點樣做咧？寬恕真正嘅動力要係神俾我哋嘅恩典。我哋點樣寬恕就我哋諗翻上帝俾我哋恩典嚇。寬恕人真正嘅動機係因為我要去感謝上帝，我感謝神，所以咧我就寬恕你嚇。呢個就係一個真正徹底嘅寬恕。35節呢一句咧，其實呢一句咧唔係斯斯文文咁樣同你講嚇，你們寬恕，因為神先寬恕你們。呢一句咧係斬釘截鐵咁講，你寬恕人，神都唔寬恕你。不過主耶穌呢句説話會怪怪地嘅，好似咁福音咁嘅，係咪啊？神寬恕我要有條件嘅咩？嗱，類似嘅經文咧喺新約聖經其實好幾次嘅，特別喺馬太福音裏邊啊。咁你識得背噶啦，主禱文係啦，馬太福音6章主禱文，其實呢句咪就係類似咯。你讀一讀6章12節主禱文，預備起。免我們的債，如同我們免了人的債。其實就係嗰句嚟噶嘛，係咪啊？即係咁咯，咁就好得意嘅呢一個馬太福音呢一度咧，當佢記載完主禱文之後咧，佢就有一個好似即係附注咁樣嘅，無端端插咗兩句嘅，即係總之成個主禱文即係讀完之後啦，記載完啦，咁跟住佢就插咗14次嗰兩句。即係好明顯同上文下理，你係即係完全佢都唔諗住，佢都唔諗住即係講翻佢唔諗住去講翻嗰個來龍去脈嘅，好似即係一個插段咁樣嘅嚇。咁好，咁好明顯14到15節就係我嚟解釋12節嘅，好白嘅，唔使我解嘅。你讀一讀14到15節，預備起。你們饒恕人的過犯，你們的天父也必饒恕你們的過犯。你們不饒恕人的過犯，你們的天父也必不饒恕你們的過犯。好沉係咪啊？聖經好少講嘢咁沉㗎。其實你講14節就夠㗎啦嚇，即係你係咯。咁但係佢咧就係從一個正面嘅去講14節，跟住驚你唔明，再由反面嘅講15節嚇。咁畫公仔要畫出場嚇。原來天父真係會饒恕我哋。按照系統神學純正嘅福音，神對我哋嘅寬恕係無條件嘅，只要我哋認罪悔改，接受呢份救恩就 OK 噶啦。如果我哋嘅決志祈禱係神啊，我已經原諒咗某某啦，所以你都要原諒我，咁就大件事啦。呢個唔係恩典啦，呢個就係即係出於自己可以自誇啦。咁點樣理解即係
耶穌呢啲嘅説話，聖經嘅呢啲説話咧，聽住咯喎嚇，唔好搞錯喎。天父係無條件赦免我哋嘅，但係如果我哋經常少少嘢都唔原諒別人嘅時候，可能反映緊就係我都唔覺得我會錯啊，我都唔覺得我係罪人啊。咁你又點樣去領受上帝對你嘅饒恕咧？嗱，我哋代入去嗰個僕人嗰個角色點做得出㗎？啱啱俾人赦免咗成千萬嘅欠款，轉頭就追人哋即係10兩，點做得出啊？其實有好多嘢做得出嘅啫，因為對一個王嚟講1000萬算得係咩啊？係咪啊？係佢即係手指罅留少少俾我㗎咋？你估佢留少少係為我啊？佢都係為佢個名，佢咁樣益我少少人哋又讚佢咯，咪讚佢即係讚佢樂善好施所以佢即係有着數㗎，佢免我嘅債。呢招係叫做縮小人哋嘅責任。唔難嘅，老實講，係咪？我哋都係啲忘恩負義嘅人。仲有第二招㗎，第二招就係抬高自己譬如我服侍佢咁多年即係武功都有勞啦，我幫佢賺唔少㗎，唔係我，佢邊有今日啊？我都係問佢攞翻少少我應得㗎。呢個抬高自己，你明唔明我講咩啊？即係你代入佢人性裏邊，其實呢個僕人點解會做得出咁忘恩負義啊？其實真係做得出㗎。不過我哋基督徒就唔會咁樣嘅，係咪啊？我哋唔會咁樣同神講嘢嘅。通常我哋做邊招咧？我哋通常做個招就踩低人哋咯。點解會衰成咁？係咪啊？衰到冇人有即係佢邊日值得人哋原諒㗎？不過其實一樣嘅，當你踩低人哋，等於抬高自己，一樣係縮小上帝嘅恩典。如果我哋根本冇辦法認清，其實我同得罪我嘅人一樣都係罪人，一樣都係得罪上帝。咁我又點樣經歷上帝赦罪之恩咧？嗱，呢個就係即係耶穌講呢句説話咯。點解佢會話我唔饒恕人啦？佢都唔傳説我就係咁解。我同大家分享一個我自己即係生命嘅反省知唔知呢度邊度啊？路峰山同你好近，又唔知你哋有冇上過去呢度我唔識講邊度不過我去到峰山，我都係經沙田上去。咁就係一笪營舍啦，就係專俾人做退休安靜親近神嘅地方。咁我都經常會帶弟兄姊妹即係上去嘅不過咧，你單淨係睇一個咁樣嘅，佢叫聖殿啦，一個建築物，你已經覺得真係好有特色嘅一笪地方啦，又近市區所以咧就近來好多媒體咧都要揾即係香港有咩好地方去啊嘛，係咪啊？即係幫助香港經濟啊嘛，咁就即係成日都有介紹到高山特別咧即係小紅書咁所以咧就引嚟好多嘅遊客。咁對於我哋嘅退休嘅人咧，尤其是我要帶定先會退休咧，其實我係好頭痛㗎。咁當我哋佢有一個好大嘅十字架嘅，係啦，呢度望上去都會見到嗰度到高山咯。咁當你即係當你即係十字架下邊，你思想緊主耶穌嘅死，咁但係嗰班遊客咧就喺度嘈之巴閉咁喺度影相，咁你就真係好騷擾咁有一次咧，我就book 咗呢一間即係聖殿啦，咁就係俾弟兄姊妹即係安靜咁當時咧就得我一個喺裏邊，因為其他弟兄姊妹就去咗同嘅地方咁我一個喺裏邊啦，咁好多遊客咧就裝入嚟喎，佢道門係一個紗窗咁樣嘅嘢嚟嘅，好多遊客裝入嚟啲小朋友又拍門又撞門咁樣咁我覺得都好騷擾咁就都唔能夠專心祈禱。咁於是乎咧，我就上道風山嗰個嘅網頁啦。咁佢咧就係佢網頁而家做得好好嘅，佢會介紹佢山上面唔同嘅建築物，佢背後嗰個屬靈嘅意義咁我睇一睇下佢個網頁嘅時候咧，咁我就發現咗，點解會有幾張相咧？裏邊有幾個和尚喺度嘅咧？
咁我心裏邊啦，即係因為我本身已經即係啲人嘈住我啦，心情唔好啦，係咪？咁我要穩穩陣陣啦。咁我覺得哇，咩事啊，杜風生嚇？而家咪搞宗教融合啊嚇，即係你唔係基督教嘅咩？點解你會有即係同其他宗教人士一齊㗎咁樣啦嚇？咁後來咧，我睇下咧，我就睇到佢寫到風山興建嘅歷史啊。原來咧，當年啦，超過100年㗎啦。當年咧興建嘅時候咧，佢有啲建築物咧，佢特登咧就係扮嗰啲佛寺啊、道教嗰啲廟啊，即係好中式嘅，都真係好中式啊！唔知呢度有啲一隻人仔咁樣喺度嘅。咁原來佢咧就係為咗咧吸引咧周圍嗰啲信法、信道教嘅人啊。過去就係談道同佢傾偈咁啊，希望咧帶佢哋即係信耶穌啊！當我睇到個來龍去脈咧，我就好慚愧咯喎！原來我咧望見人哋網頁望到張相裏邊有個和尚，我就論斷人哋。十足十當年嗰啲法利賽人見到耶穌同罪人食飯嘅時候，有一度字字就話佢係咪咁啊？我咧就認罪悔改啦嚇，咁神咧就提醒我喎嚇，其實喺出邊大聲喺度講普通話嗰啲人正正就係道風山第一批佢想接觸嘅福音對象。我又覺得人哋嘈住我親近神，於是乎咧，我喺神面前謙卑啊，咁我就做咗個動作啊。咁我就係打開咗聖殿道門，我就俾嗰啲遊客入去參觀喎。咁嗰啲遊客咧就好開心啦。咁尤其是嗰啲小朋友頭先作活嘅小朋友。咁有一個小朋友咧就同我講，佢話咧：姨姨啊，你真係好人啊！我心諗，我邊係好人咧？當我哋唔再抬高自己，踩低別人嘅時候，我哋就能夠見證上帝嘅恩典其實好大。你隻心被恩感，願意向別人打開你個門啊！當主耶穌開始去講呢個比喻嘅時候，你記唔記得佢開始嘅時候講邊幾隻字啊？我開估俾你睇啊！邊幾隻字啊？天國好像，即係話咧，主耶穌唔係講人間道理啊，明唔明啊？呢個世界人間嘅道理同我哋講，你做初一我咪做15咯。世界同我哋講，有仇不報非君子啊！你對我點，我咪對你點咯。呢個係世界嘅道理。不過咧，有陣時世界都錯晒嘅喎。你呢啲世界都會講饒恕㗎。唔係就係我哋即係基督教講饒恕，好多人都講饒恕嘅喎。咁通常講饒恕咧就係咁講嘅，原諒別人等於放過自己，係咪？你有時甚至乎聽到你都可能聽到冇錯嘅，冇錯嘅。甚至乎咧話咧咁樣係對我哋嘅心理健康有好處可以咧降低血壓同埋穩定心率嘅，啱嘅。心理學家係咁樣講。佢哋亦都有好多數據嘅支持，不過呢個唔係天國嘅道理。如果原諒別人，我只係為咗放過我自己嘅話，嗰個嘅動機依然係我自己，我嘅利益，明唔明啊？即係話，如果我嬲你我個心仲鋸我個心理仲平衡我按住人間嘅道理，我應該繼續嬲你。好但係我哋嘅信仰就唔係咁啦。天國嘅道理係因為天父動了慈心饒恕我，所以我心理恩感我都要憐憫別人徹徹底底嘅饒恕係建基於神嘅慈愛。所以弟兄姊妹，究竟天國影響緊你，定係世界影響緊你咧？因為咧，我哋處身喺一個全球化嘅世界透過科技，你好容易就接觸到世界上唔同地方嘅人。表面上人同人嘅距離係近咗，但係世界有冇和平咗
冇啊，國與國、民族與民族之間嘅爭競衝擊係越嚟越白熱化，而家唔需要扮嘢㗎啦。係啊，我係維護我國家嘅利益啊，咁啊點啊，係咪啊？即係擺上台㗎啦，照樣係咁樣。香港就係身處於國際間角力之下。最近咧，我學咗一個名詞叫做無面孔的敵人。你唔識佢㗎，你冇見過佢㗎，唔知佢叫咩名啊？但係只要你知道佢係某國嘅人、某個民族嘅人，你就見佢前面，憎佢後面。我哋處身喺兩岸三地，我哋喺社交媒體，對於呢啲其實習以為常㗎啦，冇感覺㗎啦。我是但舉個例，是但就舉到㗎啦。有一條短片咧，就影住兩個好細嘅細蚊仔咧，就行出窗口外邊，喺高樓大廈嗰啲攝房嗰度玩嚇，觸目驚心。但係下邊嗰啲網民留言咧就係咁嘅，梗係某國人嘅特殊教育方式啦，梗係某某偉大國家即係喺某某偉大國家出世嘅人真係可憐啦。但係其實你一啲都唔覺得佢有同情有憐憫嘅，只有嘲笑同埋挖苦。呢啲網民可能對於佢認識嘅小朋友好有愛心㗎，但係就係喺呢個政治氛圍底下，佢肆無忌憚仇恨嗰啲冇面孔嘅敵人。弟兄姊妹，究竟呢個咁嘅世界有冇影響你咧？盼望咧，我哋都能夠喺呢個世界上付出天國嘅道理。廣東話咧有一句説話係好傳神嘅，不過咧要上咗年紀先至識嘅嚇。蚊比同牛比，識個可唔使解釋係咪啊？咁就係形容即係差別太大啦，冇辦法去比較啊。如果要做句子咧，就咁做啦嚇。人哋撐你10兩銀，又點可以同神赦免你嗰1000萬兩比較咧？真係蚊比同牛比啦，就咁講啦。不過我明白，有啲人生命裏邊嗰10兩銀係好深重嘅，有一啲嘅傷害係真係可以好深嘅。主耶穌佢要我哋憐憫嗰啲認罪悔改嘅人，佢冇話你睇人哋爭你個少少，佢唔係咁講啊。佢係要我哋聚焦喺神大大對我哋嘅赦免，仰望佢嘅恩典。相信咧呢個係對我哋最好嘅治療。但係如果你嬲某一個人，其實你都嬲咗，即係通常講幾年，都一般都過10幾年㗎啦。咩事啊？其實你都唔係好講得到咩事㗎啦。總之佢講一句説話，我嬲到而家，嗰句咩説話又唔係好記得啦嚇。既然係咁咁大隻牛髀，點解你睇唔見咧？係都要放大隻蚊髀咧？整段18章係講緊教會裏邊嘅人際關係。主耶穌冇假設喺教會裏邊你唔會得罪我，我唔會得罪你。佢反而講緊係有人得罪你你得罪人，咁你點做啊？所以如果你想揾一笪地方係冇人夠膽得罪你嘅，你揾到嘅話，我相信嗰度唔係教會啦。如果有一笪地方你得罪人，人得罪你，我哋識得彼此饒恕嘅，嗰度就一定係真教會啦。我今日咧講題係有一種人際關係叫感恩，唔單止饒恕嘅，喺新約聖經裏面教導我哋人際關係就要彼此善待咯。我要對你好，你要對我好。嗰個理據就係因為神點樣去恩待我，我就要點樣恩待我身邊嘅人。好多好多呢啲咁嘅經文，我讀俾你聽嚇。主怎樣饒恕了你們，你們也要怎樣饒恕人。你們要彼此接納，如同基督接納你們一樣。既然上帝這樣愛我們，我們也要彼此相愛。所以弟兄姊妹要彼此善待，唔係一個道德規範即係箍住你，唔係咁而係佢係同你嘅屬靈生命係息息相關嘅。例如當我唔愛別人嘅時候，其實可能反映就根本我就唔愛神咯。
當我唔肯原諒別人，可能就係反映我都唔覺得我需要上帝嘅饒恕，我行得正，撇得正。我同弟兄姊妹嘅關係，正正就係反映我同上帝嘅關係。如果你都唔覺得上帝對你好，咁你又點樣對人好咧？唯有你真正經歷上帝嘅恩典，心被恩感，你先至可以懷住一個感恩嘅心去恩待人。我哋咧祈禱。我們在天上的父，求你免我們的債，如同我們免了人的債。我哋禱告係奉喺十字架上面為我哋捨身流血主耶穌基督之名而求。阿門。多謝金傳道嘅提醒同埋教導，願意我哋咧都將邊度喺我哋心裏面咧，去成為我哋嘅提醒免敵人會見我們的債。咁跟住嚟咧係家事分享，下一次嘅主日咧係3月16號，亦都係聖餐主日，上午11點鐘舉行啦。講完都係請到李慧娟傳道嘅，咁主席係阿凡，敬拜咧係林牧師、當拿同埋基基，兒童主日學咧係阿璇。第3期同恩和堂舉辦嘅桌遊班咧，就喺3月12號星期三下晝2點半到3點半舉行嘅，咁請各位嚟參加啦。成日 B 組就3月16號喺主日之前嘅上午10點鐘到10點55分。另外就恩禧堂31週年嘅堂慶崇拜咧，就會喺3月30號星期日，即係最尾嗰個主日嘅。咁歡迎咧會有踴躍出席當日崇拜啦。恩禧堂嘅步行籌款活動就會喺4月27日崇拜之後嘅下午舉行，就由呢個錦泰苑行到去馬鞍山公園。咁然後咧就去Jane 同埋 KK 嘅屋企嗰度咧小聚會，咁咧就請各位會友咧踴躍參加啦。咁到最後咧祝福時間，即係我哋咧一齊起立，領受祝福神。天父，我哋感謝你，你嘅恩典喺我哋身上，你嘅憐憫亦都咧喺我哋身上，願意我哋咧都咁樣去對待身邊嘅人。天父，願你嘅慈愛憐憫常喺我哋同在。主耶穌基督，你嘅救贖同埋恩典喺我哋身上，亦都聖靈嘅時刻嘅陪伴、提醒同教導咧，與我哋眾人同在，直到永遠。阿門。